所以高雄捷运的轻轨这个事，这台语到底是要安怎讲咧？有网友就来呼吁讲，大家爱来写批去互高雄市政府，要求来改台语的广播。今仔日高雄市长陈其迈就回应讲，伊就是当初来推动运输工区播音语言爱平等的人，伊会要求高雄捷运来讨论轻铁这两字的用法。 最近高雄轻铁台语的讲法是引起真侪讨论，现主是国际公司悠远也是用华语来量轻轨这两字。对此，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，伊较关心这个议题，也强调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相关法律立法人就是伊。所以市府已经要求国际公司爱个讨论。我有叫捷运公司研究看卖啊，看这个到底这个咱母语吼。 台语到底是安怎讲？因为咱就发现吼，迄个大众运输工具语言公平使用法立法人就是我，所以我很关心。市长陈其迈总算是表达立场，因为即马有网友发起一人一批，呼吁大家写批到高雄市政府甲国际公司的批筒，希望当使用轻铁等等的台语词。一切民众也认为，国家已经发通过，所有语言都应该平等的使用。咱所有的人应该拢爱有语言平权的概念，所有的语言拢无分大小。政府公部门应该爱实践国家语言发展法这个。 语言平等的精神。针对高雄捷运轻铁车手无用轻铁这个台语词，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也发出声明，讲2018年台湾就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呼吁高市府爱实践法律的立法精神，赶紧将车厢内底台语放送南华语的拢改做台语，才会当保护台湾的本土语言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